李辉，讲台语，下百万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阮新队，天公漂亮，究竟我来赢。好，第二组来宾，咱的领队，阳光 baby 金翠开，100万奖金来作对。来作对啦！好，第三组的来宾，咱的东队。 100万有我大声，动价大声。真大声啦！好，第四组的来宾，咱的村队。摕到金牌，赢100万，报到一村，我上厉害。大家拢上厉害啦！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是无唔对，今日咱四组哦，咱要来复赛哦。对啊。哦，拢来有少年的，拢全部拢少年的啦。是，有的是家庭的，有的朋友，有的同事的啦。无唔对。咱有讲过嘛吼，进前的分数奖金是奖金嘛，对。对。哦，甲决赛。拢无共，无共款，拢是另外好恁呢。无唔对，即马先来问一下，好来，咱第一队的奖金到底摕偌济？进前哈，来欢迎咱的第一组，大家好，来咱的队长啥人？苏主席，主席，我今日带科比中，伊是阮翁，科比中一定爱嘿，对，啊，搁有即个小丽，运动很好玩，啊，搁。子琪、朱姐是我跳舞的朋友，是自细汉是才到即马，哎呦，无唔对，这组顶抓表现个真好。哦，安尼紧问者，顶面偌济？顶面奖金有偌济？阮摕到3万9。哎呦，足悬的呢！好来，欢迎您哦，来第二组。嗨，我是尤仁，今日带我阳光的同事来。第一位是尤啊，我摕到金钟奖。恭喜啊！我作为主持的阿爹，还有这嘛是金钟奖的内克。哎呦，恭喜啊！金啦，金死啦！大家问者，顶座奖金有偌济？阮摕到。无摕到，哎呦，就是一粒金的爱心呐，无唔对，安尼才上好，你知影啥呐？因为就敢若白纸共款呐，嘿，就应该你画了，嘿，继续写，今日离恁上近，无唔对，今日嘛是有奖金哦，愈摕愈济，等愈好，加油，一定爱加油，好来换第三组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玉东，我今日出来拢是足有学问的，啊个足够讲台语的，哎呦，拢是老师啊，所以介绍这个阮的小男药师，厉害，小男药师，啊个阮的心理师，哦哟，这需要，啊个有阮的钢师，中路就钢师就路的意思，所有的书拢来啊啦，对啦，是，不过书界的书吼，差不多的音共款，无共款。差介济，对，咱顶座奖金有偌济？17,000，你看嘛，这个书拢无共款，拢是赢的。无唔对，希望恁今日通啊到咱第三届见面哦。嘿，决赛哦，加油哦！一定爱决赛哦，好，加油，欢迎你。好来，决赛的见面，咱的村队。大家好吼，阮今仔日报道一村的演员过来啊，是欢迎。虽然呢是咱的戏演了啊，演了，也毋过戏演了不要紧，嘿。赢100万，较重要，有影。下伫台顶的时阵啊，咱就是爱团结，咱来遮咱嘛是爱团结，对。啊，今日台湾就甲顶座同款吗？关庆，都有胡良，我是评委，乌油，啊，顶面奖金呢？顶面奖金摕偌济？我嘛有一个衫啦，3000。哦，袂歹啦，嘛袂歹啊，无衫不行内啦，袂歹，来遮就是爱讲就对啊啦，吼，啊敢讲，尽量表现，知影意思讲出来爱就好啊，奖金就离你愈来愈近啊哦。好，今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，是拍下欢迎咱王秀荣王老师。是秀荣，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大家做伙说台语，增加智慧有趣味。台语用来算是上妥当的，一定爱趣味。吼，敢讲咱就尽量讲。对，吼，来哦，加油哦！拼落去哦！好机会啊，要来哦！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
斗阵抢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斗阵抢擂台，是的。要安怎抢呢？哦，这回合哦，4队，每一摆拢会派一个倒来。哦，一位。系啊，倒来了就会回答一个答案，吼，抢题一个题目啦，但是伊吼一摆倒来就2题啦。哦，一摆2题，啊，一题是4000啦。4000，每一样拢有哦。嘿嘿，所以一题4000，2题8000啊，4个人拢有，就等于这回合上侪会使抢到32000块。哦，加油加油哦！真希望32000块先甲摕起来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咱即马讨论看啥人要派第1位起来哦。来，好，起来，想好咱就抢擂台。抢一好头彩，吼，紧嘞紧嘞！来。哎呦！好，来，咱即马要来看哦，免紧张，放轻松啦。放轻松。好，来，咱第一题，请问几个字？哦，这题我看一下，有9个字。9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看。哦。哎呦！这是啥？看清楚哦。哦，有无？真侪人目睭。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有人知影无？有人知影无？啊？啊，唔知影是唔是？不要紧哦，我来提示哦。是。好，来第一个提示。哦，来一字看卖。哦，是食啦，食。嘿，食。什么啊？食什么？哎。知影无？无人要抢答无？无。好，来第2个字的提示。来，搁来一个字。哦，头一字溜。有人知无？无人知，不要紧。咱第3字的提示来哦。好。来第3字的提示。卵牛啦。哦。食卵什么？食读做卵啦。哦。有无？我会使小可甲恁讲一个，就是顶悬迄2个咧叮当的叫做什么？嘿。好。溜什么啊？食卵什么？唔知啊，不要紧。知影无？知影有紧的哦。若无，我要落后来哦。要搁提示吗？姐？要搁提示哦。哦，来，有啊。溜溜秋秋食2目睭。哦。溜溜秋秋食2目睭，敢若减一字哦。啊。溜溜秋秋食2目睭银。2类目睭。哦。你确定者。来，不要紧，你甲答案甲老师讲。溜溜秋秋食2类目睭。溜溜秋秋食2类目睭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溜，咱听起来就是足骨溜的感觉，啊，手嘛是迄款，就是斗迄个音，啊，溜手咱一般就是讲，会足个安尼看来看去，就像顶悬迄图安尼，啊，是安那叫做食这2类目睭，因为你安尼看，你有观察的能力，所以就是你较知影一寡人情世事，也较知影讲要安怎变巧，所以溜溜秋秋食2类目睭，有当时是讲好的，啊，有当时会去讲即个人就是溜溜秋秋，爱看迄个情形状况来决定要用的是侵占的意思。咱3位各有哦，加油，够一个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哦。请问几个字？哦，这题有6个字。6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真足看哦，看真足哦。你有看到？写啥？有写字咧顶悬哦。来，咱请抢答。哎，不要紧，想一个，看你创啥。咱先来第1个字提示好不？来哦。好，来第1个提示。第1个提示是分。哦，分。什么分？什么？哦，有无？好。无呢吼。无吼，咱过来提示哦。哇，阿姊，咱真正一直要甲送钱就对啊。来第2个提示。3分哦。来。阿兰嘛。来。3分面7分3。哦，3分面7分3。来，老师，伊安尼讲对唔对？歹势，对。哎呦，唔对哦，咱3位有机会啊哦。过来提示一个。搁看一下影片咧。来，注意哦。是。他对阿兰讲的是差不多啊哦。
但是你无讲。哦，你无讲哦，来。来哦，有啊。有啊，知。3分水7分沙。唔对。哎呦。好，来两位都有机会哦。知影无？唔知呢。来，两位机会，我互恁一个提示哦。这个要你哦。哎呦，那家伙。好，来，三个提示。大家拢在笑啦。3分什么啊？什么分什么？嘿。来，过来提示。哦，3分人7分什么？因为7已经写在身躯啊嘛。哎呦，来，来3分人7分沙。 7分沙。好。哦。来，老师，3分人7分沙，对唔对？对。哎呀，去个机会啊！去个机会来啊！去个3分人，嘿嘿嘿。7分沙。伊咧等你过来，互伊一字啦。哎呦。来。 3分人7分钟。 3分人7分钟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对。来，分数先。恭喜我哋就4千哦。好，一般咱3会感觉足济，吼，啊3加7就是10嘛，就是讲咱的人要互伊十全十美，较十全的。啊，毋过3分人，迄个人就是你天生的，你就是生做迄落型。毋过咱会当靠即个装扮，还是培养气质，还是家己用好较清气的，会当规个装扮。啊，咱讲装嘛，就是讲安尼装好水水的装。啊，你装好水水，毋是干那装面，还是穿衫尔，伊是整个的迄款装好水。所以恁谈到有诶讲面，有诶讲衫，我都无互恁过。啊，整个爱讲迄个7分装安尼，好，多谢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哎呦。袂歹。哇，你看咧，啊，这你有看迄阿庆啊，擦掉来，搁掉一遍。我高追。好，来咱就要紧来看咱的分数。是。好，咱的新队。新队即马爱心一粒，加油哦！搁加油，搁有3位免惊哦。好，来换咱的领队。领队有4千。好，啊，咱的东队咧。啊，东队嘛是爱心哦。不要紧哦，搁加油哦。来，咱的川队。川队有4千。好，来，即晚2队拢有分数啊。开始啊！好，另外2队咱就该加油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其实每一样拢有分数。系啊。好，咱即晚是咱的第2位嘛，吼。是。好，来第一题哦，来，咱请几个字？第一题6个字。6个字哦，来，请出题。吃看。哎呦，哦。哎呦。是看，哦，这3位，这做啥吼？这足简单的。哇，安尼。系啊。哎呀，这足简单的。好来，不要紧，咱先提第1个字哦。好来。好来，咱看到第1个字的提示。哦。主席。观众朋友，紧来哟！咦，感觉这是什么意思咧？好来，第1题哦，来，咱请几个字？第一题6个字。6个字哦，来，请出题。吃看。来哟，哦。哎呦。是看，哦，这3位，这做啥吼？啊，3位，哦。看哦。好，来。安尼。咱请唱答。这足简单的。哇，安尼。系啊。哎呀，这足简单的。好来，不要紧，咱先提第1个字哦。好来。好来，咱看到第1个字的提示。主席。来。听无嘴大富贵。哎呦。听无嘴大富贵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咱看遐一尊财神爷，就是你会当趁钱啊，搁有钱啊，搁提升家己的身份地位。所以伊内底有2个意思，就是讲
加因为一般来讲，查某人看的物件较幼咯，所以伊会当互伊一寡建议，啊，伊嘛是对这查某人的一种尊重。啊，后来因为听伊去发觉这的迄个较幼弱的物件，伊就会当生理做较好，啊嘛趁较有钱，做代志嘛较顺利，所以会大富大贵安尼。所以查甫人真正爱听某喙，才会大富贵哦。有影，一定爱哦，吼，video，爱听。即嘛，敢若全部人拢讲伊一个吼。刚刚都无人结婚的款的，唔通。是。好，来恭喜你哦！加油哦！来，第二题要来啊哦！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几个字？第二题有10个字。10个字哦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看影片。哎呦，哦，这是哎呦，注意后边有一个哦。我还袂请手答哦。所以这无算哦。好，无算哦。来，看好啊！请手答。哦，再来10个字。翁亲某亲，老婆啊拍车恁。翁亲某亲，老婆啊拍车恁。哦，多10个字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，伊安尼回答对唔对？厉害，就所以咱头前的翁某亲嘛，吼，啊伊的故事就甲变做塔树安尼翁亲某亲，老婆啊就是年岁较大的人，啊毋过伫遮就是代表因的爸母，唔管是丈人爸、丈人母，还是讲因家己的迄个大家大官安尼吼，伊就是拍车恁是外岛，啊搁拍练道安尼。所以一般就是讲，因足恩爱的，啊无去管老伙啊，有当时是咧提醒迄个翁仔某，恁两个感情好是大人对恁的祝福，啊毋过爱会记得低温保本，吼，毋好放老伙啊，因拢无咧插伊，上无身体爱小看家己顾的，爱小看听因讲话安尼。好，多谢。即嘛真重大就是咱的分数。哦，来哦，看一下分数。是。好，看阮新队。新队即嘛有4枪。啊，那咱金队咧有8枪啊！哦，好，啊东队咧，赶快爱心嘛，加油！哦，咱还有机会哦。好，啊那咱的村队有4枪。嘿，好，来，咱继续紧的来换人。是来第3位啊！是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哦。先看嘛，几个字来，第一个字。第一个有10个，有10个字。10个字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再看。哎呦，因你创啥？这2只生作无共款哦。有无？啊袂哦，看好啊。嘿，看好啊。伊知你创啥吼？因你讲话啦。嘿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唱答。来，你懂？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无皮。哦，有影咧，一只久一只比咧吼。嘿，无共款咯。无共款。哦，久卡甲拢无共款咯。对。来，老师，伊安尼讲对唔对？请问你是比笑久啥物皮？无皮。皮。先尾再皮嘛。久笑比无尾，是比笑久无皮。哦。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歹势。其实意思真讲有一个所在啦。阮老师有提示啊哦。老师有提示啊哦。伊讲笑久安怎哦？来，咱3位有机会哦。来，可能爱提示啊。来提示一。来提示一个，来第一个提示。哎呦，哦，应该给恁斗3工着啦吼。笑。好来。好，来，试看麦。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无皮。对，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无皮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毋是甲谈到共款。是，其实答案已经是安尼。弄出来，但是迄字唔对尔。迄个字打一个字啦。嘿。好来，2位有机会哦。敢若一字唔对尔。那无我就搁提示一个好不？好。过来提示，好来，过来一个提示。嘛是笑，真好笑。今日等一下哦，你看因2个答安那无共款的，要试无？请手答无？好来，来，你试看卖。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无文。无文。哦。哦。老师伊安尼讲的答袂当，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无文。迄个花文的文啊，袂使。哎呦，不要紧，安尼有
有机会啊！有当着咧哈，来，评委。啊，是你要我看影片啊，是要搁一个字哦？要搁一个字无？搁一个字，搁一个字。来，搁一个字的提示。表示头一句是对的啦。你若要继续提示，我嘛搁互你提示哦。系啊，好啊。较电哦。开电，来，过来一个提示。我们开玩笑是错。哎呦，什么皮？来，下手答。不是无皮，无皮已经讲过2摆啊。是。哎呦，不是无皮。好来。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有皮。有皮。哟，太厉害了！确实是有皮无唔对啊。系啊，要来无？来，老师，伊的答案是安尼，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有皮。咱你叫唔叫？真有够皮耶！好，不要紧。好，因为因拢是迄个，就是头壳咧白啊，两栖咧安尼吼。啊，毋过伊就是两个生了无啥共。啊，伊久笑比无尾，其实比有尾，伊只是伊的尾足短，啊，藏伫咧软壳的下内底。啊，一般来台语来讲，这个人无尾，还是讲伊安怎拢是咧咒惨人，讲无好熬得着啊。啊，过来因为伊笑伊。嘛爱找伊欠点的所在笑，啊，伊就笑伊粗皮还是厚皮拢会使。啊，一般来讲，粗皮、厚皮就是讲你这个人厚面皮，所以伊就是笑来笑去。啊，像这款用人欠点的物件落去笑，啊，就是咱一般讲的50步笑100步。啊，毋过台语会当讲七啦、笑8啊，啊，嘛会当讲伊3脚猫欠1只脚嘛，笑1目狗。所以这就是互相去翕相的意思。咱阁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，要来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第2题，请问几个字？第2题有8个字。8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哎呦！哎呦 ！Better。哦 ，Better。有哦，看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大家用足认真去看。对啊。好，不要紧。好来，咱先看第1个字的提示。哎呦，哦，哎呦，不，不，嘿，是什么？什么不，什么，嘿啊，是不是？无人会晓，有人要抢答哈？无人会晓，是不是？咱过来哦。搁提。好，第2个提示。好。哦，什么好？好，什么？不，什么？哦。过来提示一个。好，嘛是好。好，什么？不，什么？好，什么？嘿，那唔知影，咱我搁提一个哦，我全部拢通互你哦。我来再提较剩一字啦，提较剩。好，来，咱过来提示一个。来，过来一字。哦，好惨。哇，一边是安尼，一边是安尼。对。哇。无呢，无吼，哎呦，哪会安尼？来，不要紧，咱去提哦。好来哦，来，去提一个。哦，好惨什么？不什么？好什么地？哦，观众朋友啊，恁看到的不是定格哦，阮这帮有咧行哦。好惨，捌听过无？无。好来，起码搁3个字尔，我搁送你哦。哎呦，来，搁一个字的提示。哎呦，哎呦，好惨什么？不什么？好煮地哦。今摆比手紧啊！来哦，今摆真正要比手紧哦。因为上尾一字要搁出来。有无？无吼。好来，搁一字的提示。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定位。好产地不比好煮地。哎呀，就是迄个字啦，迄个字来3位，咱有机会啊。来，好产地，起来，马尾好煮地。好来，懂。好产地不如好煮地。哦，好产地不如好煮地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一般产地就是因财富的上顶嘛，吼，所以你赚搁较侪钱，你嘛唔值得。你的囡仔就是较好，安尼较有前途，所以也用一个 better， 哈，所以 better 是
英语的比较级嘛，比较级嘛，哈。好啊，像这款伊爱倒句，所以有地是你头前来去想，甲地有关系。啊，像这款咱来讲钱银万千，不如唔得，也是不如拢会使子孙出人前。这种同款的意思，啊，拄则你会感觉讲，我用不必是安那袂使，吼，因为迄是华语的思考，啊，过来本身咱台语的不必是你家己本身干那一项尔，啊，毋过这不如伊就有比较，吼，所以袂当胜利不必着，啊，咱不如是正确的。好，来，咱今晚紧来看咱的分数，看阮新队，新队今晚4000，靠金队有8000哦，来东队。有4000，开始咯，春队冇4000，哦，袂歹哦，今晚就敢若人队8000哦，厉害，咱通加油哦，是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其实我感觉咱的影片哦真重要，咱想者当者，啊，知影咱就今日抢答无？是，好来，要来啊哦，来，咱请问几个你？是，这题有6个你，6个你来，咱请出题。请看影片。哦，是，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哦，看清楚哦。是，吼，影片内面有啥哦？来，咱请抢答。应该即马大家搁咧思考。对啊。不要紧，豆豆啊思考。好，来第一个字的提示。哦，食啥咧？是啊。哦，有无？无吼，无人要请抢答无？爱个另外一个提示。好，来个第二个提示。哦，去食。哦，去食啥货咧？系啊。有无？无。无人知，嘿，去食唔知安那哦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过来提示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咱提示。过来一字。哦，对，来，可能无人知。有无？佫唔知啊吼。后手猜，无人知。咱过来一个提示哦。好，来，过来一个字的提示。哦，去食新。哦，来，小李，去食新皇帝厝。哦，老师，去食新皇帝厝对唔对？对，就厉害！因为去食一般来讲，伊的身份就较低，啊，毋过伊就是哪像叫啊家己足厉害的，啊，就一直讲哪像一个皇帝咧讲迄个下命令安尼，所以一般是咧讲即个人身份，甲伊讲话无合，讲话无合家己的身份。不要紧，咱佫有哦。佫一题，上尾一题，加油！来哦，咱来看一个，第几个字？上来，这题有10个字。10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看影片。哦，哎呦，10个字哦。哎呦，你一喙我一喙安尼啦吼。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看卖伊咧食，迄是啥物哦？哦，有哦。提示一下好无？可能会较知。好，来，第一个字的提示。来。唱。哦。啥物？唱？无人知。系啊。因为10个字较歹用啦。是啦。好，来第2个哦。来第2字提示。哦，声。什么声？什么？唱？什么？哦，我感觉我家己念起来最好笑的啊！你刚刚在 rap 系啊，什么声哦？捌听过无？应该拢听过哦。哎呦，唔知。好，唔知咱过来提一个哦。但还是要看影片。提示好。提示吼，大家应该大家拢要看。爱你啦，嘿。好，来咱来提示。哎呦。捌听过吧？什么声什么句啊？就接听过。是啊。系啊。啊，嘛是无等咱的提示就对啊啦。好，不要紧，我提到晚，拢不要紧。好，来提示。准备要唱啊！哦。我看是的。什么声？什么句？什么唱？什么呼？后边人拢咧点头啊！你讲。阿姊，好啦，搁互因一字，搁来一字哦。好，来，搁一字的提示。哦，这应该知影啦。卫生。什么句啊？嘿，好来，你有无？请答。请起，好来。来。外身无大句，亲像臭豆腐。哦。外身无大句，亲像臭豆腐，袂歹哦。大声讲啊，老师知，讲你的答案是。外身。
无大句，亲像臭豆腐，亲像臭豆腐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最高学变这样。江伟斌的第二是来，不要紧，咱3位有机会来，请出答。来，可能觉得是。话亲像大句，话亲。卫星啊。卫星。卫星。卫星像大句，亲像食豆腐。哦，卫星。像大句，亲像食豆腐。老师，安尼会当无？袂使。啊！盖过水。有要搁摇无？还是讲要互你？还是个提示。搁提示。小李过来讲，还是搁提示的用参照的来。你小李，你干脆甲阮讲，阮答案互你就好啊。好，来，提示因为够几啊字啊？好，来。搁一字的提示。哦，豆腐，我爱记忆啦，不要紧啦，无法度，阮电脑紧的。系啊，电脑紧。是啊，无免啦。嘿，有无？无，咱搁继续甲恁提啊。啊，搁一字。来，搁一字的提示。哦，是食哦，卫生食什么菇？什么像什么豆腐？阿姊，莫讲互观众朋友等啦。你好啦，来试看麦。卫星食阿姑亲像食豆腐。哦。来，老师，安尼会当无？安尼会使。阿姑，无就伤济啦，快来分数。终于有第二事情喽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咱这句应该是爱卫生食母句，亲像食豆腐。啊，毋过迄个母句，咱就是天顶天公地的母句公，所以一般就是阿母迄边的兄弟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你讲咱平常时嘛会叫阿姑，咱是会当互伊过。啊，这句就是讲，伊你看伊迄豆腐大地细地，其实伊连阿句的都旁来啊。啊，所以咱一般咧讲食人，也是去讲食，拢是讲去占人便宜。啊，因为伊足听伊的，所以伊就是食母句。啊，豆腐是足简单的，拢免吞就食着啊。所以咱一般就是讲，你对你听的人，特别是阿句，拢足简单，会当为遐摕到一寡好处安尼。有啦，感谢。好，多谢。因为母句上大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安尼了解啊，了解啊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紧来看分数。来哦。新队就有8000。啊，新队咧12000哦。啊，中队嘛有4000。嘛袂歹哦。啊，春队嘛是4000，加油哦！好，不要紧，今日去咱的第2位啊，阮到第1名。阮到第1名，最顶拼输赢。哦，即马大家拢已经伫台顶啊。啊，对，最顶拼。安咱这游戏啊，甲大家讲者。是，咱这回合吼，拢总是6题啦。6题。嘿，啊，咱就是拼看嘛，什么队吼上侪人活到上尾啊，还是什么人吼，迄队人较侪嘛是上赢迄边。啊，万不利吼，两边的人若共济。平济，就是两边来照分咱这回合的奖金。哦，咱这回合奖金偌济，拢总3万块。3万块。来，你开始啊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台港雄鹰野球队的吉祥物叫做塔库，啊，唔是叫做塔教。啊，你敢知？迄是一个台湾的地号名，是 A 桃园 ，B 台东 ，C 高雄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 A、B、C 哦。来哦，是桃园、台东，还是咱的高雄嘞？来，20秒的时间。加油！来 ，A、B、C 看到，唔能欠到。哎，那大家拢去啊，敢到？时间差不多，要搞。天！哇！来哦！我来讲哦，这就是伊咧省咱的时间呐。好。啊，毋过我毋知因大家是看啥人行去食的哦。对啊。足厉害哦，而且大家拢足好演哦，都在底下行。嫁姐。拢足好演的。毋过我想应该这个大家应该拢会知影。嘿啦。毋管你也看野球啊，介意野球的，其实拢会知影这。对。是。哦，而且你拄啊念啥？
我头一摆念唔对，伊是他高。哦，大家应该拢知影倒位。对啊，这简单对。因为高雄之前的名打狗啊，哦，即马甲老师唱迄落啊，改水迄个。经典。哎，那真正唔是咧，啊，大家拢再会啊。真假？咱就下班啦，下班。好，就敢若一位尔吼。对啊，就敢若死尔吼。好来，咱来看嘛，是毋是做伙死？死伫遐。好，咱来看一了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台港雄鹰，因的主场是伫咧高雄丁清湖，所以咱高雄的英语伊嘛叫做高雄 ，KAOHSIUNG。啊，头前的台我感觉是台湾高雄的意思。啊，拄好高雄的旧名叫做打狗，哈啊打狗这个意思，一般人会感觉是为日语迄个读口。就是迄个海港的意思哈啊，不过咱另外原住民有认为讲，这个打狗是爱骗人的人，哦，因为以前咱白人拢去骗一寡原住民安尼哈啊，咱这个打狗就是这意思。另外，因为伊的迄个日语甲这个读卡嘛是足像的，所以伊就是甲这三种音。迄个读卡是迄个乡音日语，所以全部甲这元素甲加起来，台湾高雄的读卡安尼，啊个用读，即个拼起来是读狗的意思，读狗的音。第二题要来啊！加油哦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出足出名的台湾电影是根据咱的文学作品改编的 ？A1989年的《鲁冰花》。B1999年的魔法阿嬷 ，C2008年的海角七号。好来，零20秒的时间，请选题。加油哦！哇，拢真有名的电影哦。这就较困难啊！哦，是文学的哦。好，到底是鲁冰花，还是阿嬷呢？还是咱的海角七号？真足算哦！哎呦，真足哦。A B C 哦。好来。停！哦，来，这个真正有影风险，有够分开。有分开啊！来。好来，你捌看过无？我看过吼。是看过电影还是看过书？较老的都有看过。这古以前啊，1989年，是咱来看者倒一个上少年。唔是啊，姐，伊头头讲较老有看过。无。连面退后两步。连面退后。而且我唔知因啥人带头的，足厉害。哎呦！好来，咱春界，啊，甲咱这阿忠，东界嘛吼。来这东界，来。春界甲东界，恁感觉是阿嬷还是风险分开？来分开啊，真无把无。阿如咧，因为迄阿嬷是文英阿姨演的，啊文学，拢说文啦，拢说文，有道理，对，有道理，是，用文阿姨演的啦，对，是好来，美中的，你即马就是。你是用牌来的吼？无啊，输我赢就是因拢输啊。伊安尼想嘛，对咱哪有无想到？这思考是正确的哦。我就先甲恁再会啊。拜拜。是你捌看过吼？3出你拢捌看过哦？有看过多一出？拢看过。拢看过啊，真好。所以讲你选的是海角七号。是，好。没办法，到时阵向再见。先甲你再会啊！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了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这个电影是钟兆正作者伊写，伊是用伊故乡这个桃园龙潭遐做原型，主要是咧描述一寡较弱势的囡仔，因可能读册就搁爱过白较会当去读，迄款社会悲歌。因为这部
是安那伊叫做鲁冰花，因为伊的英语名叫做lupinus， 好，所以听起来就是鲁冰花的感觉。啊，咱台语的名叫做路边花，啊，不管是安怎，拢用迄款路边迄款无啥价值的这款细名来做一个象征，来表示这囡仔的困苦安尼。嘿，啊，所以是这个1989年的路边花，嘿，路边花，好，多谢。来第三题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阿无题是讲人的脚安怎呢 ？A. 伊是骹步扁扁 ；B. 长底骹 ；C. 背离骹。你好，你知影？来，你好。啊，看伊的形迄阿无啊，咧行路的时阵，就敢若安尼扁扁安尼行，伊无长底骹啊。恁应该是方向稳开的。对，方向稳开。啊，不过常常会感觉背离骹嘛真有道理。对无？啊，行路是外八咧。嘿。啊，无题是咧讲人脚安怎咧？第三题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阿无题是讲人的脚安怎呢 ？A. 伊是骹步扁扁 ；B. 长底骹 ；C. 背离骹。哦，好，来20秒的时间，咱请选择。哈，阿无题哦，哈是脚扁扁，骹步扁扁，嘿，也是讲咱的长底骹，讲咱的背离骹哦。请选择方向袂当稳开哦，想好清楚哦。来，咱厝内底人知影嘛，通甲因讲哦。好，来，时间要到哦，4、3、2、1。袂歹，大家拢有甲方向稳开啦。哎呦，较想影愈侪人跌愈好啦。好来，主持。我头先有看到伊甲小李咧起舞起厝。因为小李是运动很好玩嘛，好玩输。阿武题就是扁平足。哦。扁平足，免做扁迄扁平足，扁种的，啊，阮就选 A 啦。骹步扁扁，嘿，骹步扁扁啊。啊，无题，好来，那个，你知影？来，那个。啊，看伊的形迄阿无啊，咧行路的时阵，就敢若安尼扁扁安尼行，伊无长底骹啊，系啊，啊嘛，伊敢嘛安尼行路，伊应该毋是安尼行路啦吼。无啊，无行路是安尼哦，安尼哦，开哦，安尼哦，无啊，阮徛五共共位共心啦，共位共心，共位共心，恁全部拢伫遮呢？你拢伫遮啊？啊，那再会就是再会。会当下班啊？长底骹。是因为风险的关系吗？风险的关系。哦，因两个拢共款啊。我讲你两个足委屈嘞。其实有把握的时阵，大家徛做伙袂要紧。因为嘛爱比人数，上尾爱比人数。哦，对，这两个嘛是，恁应该是风险稳开的。对，风险稳开。啊，不过常常会感觉背离骹嘛真有道理。对无？啊，行路是外八咧，嘿，所以感觉是毋是？那你要徛倒？我要徛遐。甲自徛做伙，嘿，甲自徛做伙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啊无题嘛，无题。来，咱看咱背离骹。啊，真正拢安尼行路啊，对唔对？对不？对啊。咱看卖，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是华语的扁平足，哈啊，因为迄个阿地啊啦，啊，毋过咱因为爱讲骹地扁扁啦，哈啊，骹地嘛会当讲做骹步，啊，惊甲迄个地写出来，恁就知影答案啦，哈，所以咱一般就讲伊的骹地啊扁扁，也是骹步扁扁安尼，啊，另外迄个咱八字骹一般会讲扑骹，就是扑安尼扑出去，哈，所以咱这个选项是选这个阿无地，就是骹步扁扁。过来继续哦，加油！吼，会记哩风险爱分开，若无风险的都个爱有把握无？3万块。3万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俗语伫咧讲，食什么有好头路，啊拜拜吼，拢会传一款料理啦，啊祈求会咱找到好的头路，啊你敢知影是什么料理咧 ？A. 白斩鸡 ，B. 菜头粿 ，C. 米粉糊。好，来，恁有20秒时间，请选择。嘿，是粿，还是粿，还是糊咧？是啊，爱找好头路。是，俗语讲的哦。A、B、C 看好斟酌哦。
哦，哎呦，来哟，哎呦，是哦，清楚。尴尬。哦，来，天光好哦。天啊，你拄啊是安那？你拄啊是感觉鸡好食是不是？因为鸡看起来较澎湃嘛。哦。哎啊，伊有好头路，好头路，好澎湃，有大富贵的意思。哦。哎，对啊，鸡嘛是真好的迄落。是，而且拜拢一定爱拜的啊，因为咱讲拜拜嘛吼。无唔对，鸡真尔好用。对啊。来，啊咱。有当即届你是徛伫菜头粿，有好菜头嘛，是不是一定会找到好头路嘛？哎呦，啊粿可能拢是人讲食粿，拢是讲富贵，讲食粿，太富贵安尼啦。哦，嘛是好菜头，好计条意思啦吼。是，来主持。哦，恁规队拢缀伫遮呀？对啊，唔是赢就是下班。哦，嘿，因为会对呢。嘿啊，我本来想要选 C 啦，因为有亚运嘛，有食米粉蚵，有好头路，有亚运，但是阮也是决定选 B 啦，因为时间无够，换袂过去啊。哦，袂糊啦，唔对。好，来，米粉蚵。哎，啊，干那恁这队选呢？我嘛是想讲安尼会当较早下班。不是，我输的是阮赢。就是想讲。应该扛掉啦，哎对，到啊，讨论者想讲啊，较紧下班啦。你差那万一恁那落啊，恁对啊，啊唔做运动下班啊？对啊，啊嘛袂歹啊，我嘛袂歹啊。其实恁安尼想嘛是好呢，恁就好。恁这算对大度的啦。无唔对，老会啊。到底是咱安尼感觉甘对？你不信？到底是啥物人要下班？是啊，到底是粿还是讲咱的菜头粿，还是咱的米粉蚵咧？哎呦，真紧张！好，来看一正确的答案是。咱一般就是讲，这个风俗是伫个8月15中秋节迄当阵爱拜土地公，啊，因会款一寡物件吼，比如讲其中会款一项。迄个米粉蚵，啊，当然咱属于无在阮讲逐句拢斗句，毋过一般来讲90%以上拢会斗句，较有迄斗句，较有迄款语言的水，啊，所以伊就是斗句的关系，啊，因为是安那拜土地公爱食的物件，土地公咱是2月2拜土地，啊个迄个8月15伊有2个生日，所以一般来讲伊是一个求财的神，啊，所以就是祈求大家拢会当。大发财，100万摕回去。谢谢。来，咱今晚来看100万里向人上紧哦哈。来看阮数，看阮新队。新队今嘛有8千。嘿，啊那恁队咧？哦，因今嘛有42000哦。嘿，啊那咱东队咧？东队有4000。哦，啊村队嘛是4000。哦。好，恭喜咱恁队会当进入咱的决赛安尼。加油哦！哇，100愈来愈。今日先摕今仔的奖金啦。啊，今日奖金偌济？42000啊！哦，42000有爱无？爱啊！哦，嘛是爱看咱后一个会合，恁敢会当宣布真正42000甲摕倒转去？加油加油！好，今日来金表10,000斤。1秒10,000斤，楼顶楼卡金一饼。好，来，咱今晚分数偌济？咱今晚有42000。你感觉伊愈来愈近哦？100万的发光啊！今晚你发光是后边4万。42000哦，42000就是秒数啊，对。42秒。40咱无问题啊啦。无够啦，一开始扣掉，咱搁添10秒互伊啦。10秒变52秒。安尼有够啊啦。嘿啦。这真简单，咱看落今年迄落啊，每一项拢当啊达到迄落分数。题目嘿，拢当啊达到题目啊，当啊提醒头前的。对。吼，大家紧讲哦，啊，速度爱紧。是。秒数愈济，当然奖金会愈来愈多。对，加油。是，好来，麻烦恁请摆一排。我摆一排哦，来哦。落水是倒一个？请看。哦。是楼顶啊，楼卡。紧嘞！啥货？楼顶啊，楼卡，紧嘞！拢总42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转去咧？请摆一排。
拜一拜哦，来哦。免紧张，第一位是啥人？第二位啥人？拢拜好哦。加油哦！52秒哦。爱甲讲楼顶的楼骹哦。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海家宝是倒一项？请看。好来，楼顶的楼骹。用讲的。好，正确。哦。啊，我应该画暂停啦，嘿，楼骹。对，楼骹是海家宝，是无唔对，啊，顶面就唔是啊，顶面就唔是，顶面是海青，顶面是海青哦，海青，家己报告者够48秒，48秒哦，哎，这看起来敢若未讲介困难呐，太困难啦，速度紧好，来，你也对。啊，相对听，对，好，来，第2题哦，请问请出题，请问拖链啊是倒一项？请看，楼顶啊楼骹咧，楼顶，暂停，楼顶哦，拖链啊就是咱的拉链，嘿，无唔对，啊楼骹就是咱的迄个百叶窗啦，对，我看啊楼啊窗啊门迄安尼，对，所以是回答正确，好来，咱即帮45秒，我这用1秒尔咧，来，愈济哦，是，好来，咱请出题，请问。玲玲是倒一项？请看。来，楼顶，暂停。楼顶，你讲什么？楼顶是红的，啊，楼骹呢？菜头。先看温数。对。好，来好，后一位啊，来，那个来。来哦。这个呢贵。咱请出题。请问。落水是倒一个？请看。是楼顶啊，楼骹，楼顶啊，楼骹，紧嘞！啥位？楼顶啊，楼骹，紧嘞！暂停。楼骹。卡停哦。伊拢叫我用摇的。迄若唔对，就是全部拢无啊。是啊。你讲的是楼骹。楼顶应该是楼顺啊。来，上个对啊唔对？伊讲的是正确。哇，够31秒！甲顶拽，今日咱只阮行李啊，拢摕入去啊！好，来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恭喜哦！嘿，来颁奖，恭喜今日31000块！这有加利息咯，这有加利息。好，来，咱阁有一个奖杯。恭喜进入决赛咯！不要紧，阮后一季奖金真正够有遮济，欢迎报名来参加。是的，大家都有机会。好嘅，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汪秀荣汪老师辛苦咯。感谢大家，大家有智慧，咱讲台语提爸爸，祝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，恭喜！决赛见了，决赛见！再过来，好，พี่เลี้ยงไว้